靈修2025年6月10日，耶和華啊，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。詩篇9章10節。信主的人同樣會面對人生的高山低谷，並不代表從此一帆風順，免於患難。聖經從未應許我們的道路永遠平坦，反而提醒我們在世上會有苦難。約翰福音16章33節。然而，神的應許是，當我們在困境中尋求他，他必不離棄我們。正如詩篇9章10節所說，耶和華啊，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。在人生的風浪中，我們或許會感到無助、困惑，甚至懷疑神的同在。但神的名字代表他的屬性：慈愛、公義、信實與憐憫。認識他名的人，知道他是可信靠的，就能在風雨中不被動搖。這種信靠不是對環境的樂觀，而是對神本性的信心。當我們選擇把憂慮交託給他，在禱告中傾心吐意，我們就把自己放在神的保守之下。他未必立即挪去苦難，但他會賜下平安與力量，讓我們可以勇敢地走過艱難的道路。經歷的苦難雖然真實，但神的同在更加真實。願我們在患難中學會倚靠他，因為他從不離棄尋求他的人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上帝，我們感謝你，因為即使我們的人生充滿不確定與波折，你卻始終不變，慈愛永遠長存。主啊，我們承認，在苦難與困惑中，我們常常感到無力，甚至懷疑你的同在。但今天我們要回到你的面前，學習單單倚靠你。正如詩人所說，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。主啊，我們願意更多認識你，認識你是信實的神，是我們在風浪中堅固的避難所。求你教導我們，在患難中不要逃避你，而是學會向你傾心吐意，尋求你的安慰和幫助。即使道路不易走，甚至前景仍模糊不清，求你賜下信心，使我們深信你的手從未離開，你的計劃高過我們的意念。願我們每一位在困境中的弟兄姊妹，都經歷你那不離不棄的愛，得着從你而來的平安與力量，勇敢面對人生的每一步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